田庄主，这河安6县，我最后一个来的清水，这是因为这里有田庄主和郑大人坐镇，料想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。周大人，钱奎虽然愚笨，在钦差这件事情上，倒还没有出什么差错。听说他的牢子里还关着一个假钦差，你见过吗？我身无官职，去衙门呢也不大方便。牢中啊，那是个疯子，真的圣旨拿来让我验过了，不会有什么差错。这就好。我听说那位钦差四处收银子，郑天寿还借着赌场也给他送了不少。有这事儿，开始我以为啊，他是有意引我们上钩。后来呢，听下人来报，他除了去赌场，这整日胡闹，料想啊也是个酒色之徒，可不知怎么让皇上看上了。这种货色呀，早晚不是咱们手心里头一个棋子儿吗？只要他心眼活泛，早晚会把他收了。对付一个人，总比和对付一帮人斗心眼儿容易得多呀。周大人，你此番来，是不是想见见这位钦差大人呢？不忙。既然他至今没有到衙门里来亮明身份，我也不好以官身见他。我此次来，主要是来确认一下。名相可有信来吗？不光有信，还有……怎么会没用了呢？你不懂，我还没查清案情，不能暴露身份。再说，就算把圣旨和官印给钱奎看，弄不好他为了讨好阿丑，又还给他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火速带着这个到安庆去找总督大人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些字据，一起都带去。操！这不是老实点，老实点！谁他妈不老实，小心着你！你每次就拿他这点吃的来。我堂堂钦差，天天在这审案子，你就不能换点好的？陈公子，怎么着？嫌饭菜不好啊？你这妹妹可真不容易啊！整天守着你这么个疯子，还得好酒好菜的伺候着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把你妹妹赶紧嫁给阿丑大人。呸！什么阿丑大人？我才是钦差大人呢！我妹妹能嫁给那种无赖？我也听说你是真钦差。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谁说的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告诉我，我马上让皇上封他做大官儿。你不会跟我耍心眼儿，装疯卖傻吧？我疯了？我看你才疯了呢！我告诉你，等我回京面奏了皇上，一个个把你们全都满门抄斩。二哥，甭当着他妹妹面这样，回头又跑老爷那儿给告一状。做你的钦差梦去吧，疯子！哼！不知周大人驾到，下官未曾掩迎，恕罪，恕罪。我这回来，除了你爹，谁都没告诉你远迎个什么呀？啊！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客气，坐。哎，田兄，你这里……哎，放心放心，在我家里头啊，不会出什么差错。不会出差错，没谁敢靠近。田知县，听说你和钦差攀上交情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也就是跟他喝了几顿酒。只是喝了几顿酒吗？我听你爹说，他把圣旨和官印都交给你保存着。有这事儿。那好，
拿来我看看。周大人，他前2天又要回去了。是，我确实见过，不会有假。哎，什么时候要回去的？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呢？那是人家钦差的东西，他想要回去，你说我能不给吗？他要回去干什么？跟你说了吗？他是去跟郑天寿郑大人要人去了。你坐下。谢大人。他要什么人呢？还不是一个女人吗？是那个叫玉蝶的女子。大人您也知道了，郑天寿看着那个叫玉蝶的有几分姿色，就想强娶为妾。我念着郑大人在丁忧之期，怕这事儿让钦差知道了参他一本，就去劝他。他不听，还暴打了我一顿。后来这事儿还是让钦差知道了，钦差就找他去要人，怕他不认，这才把圣旨和官印从我的手里要回去了。河安6县来了4位钦差，其他几个我都断定是假的。清水县这一位多半是个真的。我听说你的牢子里还关着个假冒钦差的疯子。周大人，要说这个疯子，他也不是外人，他是钦差大人他表兄。他看着钦差大人被皇上点了钦差，就吃醋气不过，就疯了。他们2个长得可相像吗？一点儿都不像。先认出来了吗？钱奎，哎，大人问你话呢。啊，周大人，这可是明珠大人传来的画像啊！你别管谁送来的，我只问你，清水县这位钦差可是这个人呐？太像了，太像了！清水县来的就是这位钦差啊！好了，钱奎，你先回避吧。哎。下面何人报上名来？小人范举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叫顶戴花翎。我问你，这牢子里的犯人我都审遍了，怎么就你不肯申诉？这么多天也不来见本官？大人，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本官当然是真的，你还不信呢？大人，我琢磨您好几天了，您要是真的，我还真不敢说。为什么？大人，他们连钦差都敢抓，哪还有出头之日啊？
钱奎是把我当疯子抓起来的，这你也看到了。范先生，我一直在等您呢。大人，狱中已经有人怀疑您的身份了，不过有大人在外边，我们还多了一条生路。只是此地不可久留，还望大人早早的脱离才好啊。多谢范先生关照，只是您不把实情告诉我，我就算出去了，又怎么和这些贪官发难呢？我早就想说了，只要大人把这些个贪官铲除，我就是死也心甘了。今天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大人。怎么完了？哎呀，全完了！到底是怎么了？明儿巡抚大人就从安庆下来了，就要把你三哥押解进京，秋后就开刀问斩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三哥，您先喝点茶，慢慢说。到底怎么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，老四。怎么完了？我把钦差稿擦了。怎么擦了？我跟贾德论交情。我把真的大疯子给抓起来了。啊？那阿丑不是有圣旨和官印吗？那老太爷不是也说是真的吗？找问正经来了，拿了一张幻象，说是明相传过来的，根本就不是阿丑，是那姓陈的疯子。你不是让他背过圣旨吗？那圣旨上写些什么，他不是全说错了吗？故意的，故意的，故意的，肯定是故意的。姓陈的庄翁在牢子里都审人犯，那些人犯他是人犯吗？不是，根本就不是，是周文正和郑天胜他们让我抓他。为何要抓他们呀？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底细呀。姓陈的装疯卖傻，在牢子里都审案，他就是要从他们嘴里抠出东西来呀。哎呀，这会儿恐怕什么都知道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你三哥让人耍了，还有那个阿丑，那阿丑恐怕也是姓陈的有意安排的。他为何要有意安排啊？是为了遮人耳目，转移视线啊！还有阿丑的姐姐英英，姓陈他妹子，全都合计好了，一块儿来算计我。
姓陈的居然跑到牢子里头装疯卖傻，暗中查访。这钦差太厉害了，他娘的太厉害了。三哥，你先别着急。再怎么说，他人还在咱们手里。周文生不是来了吗？还有王太爷，还有郑天寿，总会想出办法来的。不会有办法了。阿丑跟他们也是一样，早就安排好人马在外头候着呢。一旦掌握了实情，就立马下令打人。三哥，三哥，我怕是活不成。三哥，那可怎么办？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子呀？就是要送给阿丑的那些，那天不都给你了吗？恐怕也够使一阵子的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能躲就躲一阵子，干嘛非得等着挨刀啊？啊，逃走？三哥，咱真的只有逃走了吗？你赶紧收拾东西。他能躲，就先躲一阵子。或许能在临死之前和玉姑娘过几天清静日子。赶紧收拾去，捡急用的拿，然后去玉姑娘那儿找我，快走！姐，又给我做鞋呢。我现在是钦差大人了，底子要厚一些，穿起来才威风。阿丑啊，你是不是收了人家银子啊？没有啊，谁说我收了银子了？咱们花的银子都是在赌场里赢的。你骗谁啊？你怎么老赢啊？是郑天寿故意让我赢的，他的那些银子也不是什么好来头，不赢白不赢。哼。姐，你这是给我做的吗？是给小白脸做的吧？你哪双鞋不是我做的呀？和陈公子争什么？你把人害成那样，我真是觉得不好意思。回头他要来找你算账啊，也好有个担待。阿丑，芍药今天来干什么？芍药来是告诉我，郑天寿已经答应他给我做老婆了。让咱们去提亲呢。我吧，本来是想让你去的，可是你长得那么好看，我怕郑天寿把你抢去做老婆。钱老龟要是过去的话，我怕郑天寿又不待见他。姐，你说红三去行吗？你就没点正经的？郑天寿的女儿有什么好啊？有功夫啊，你去哄哄阿诺。饭团子不用哄，他早晚都会给我当二房的。
你快坐，快坐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这话很重要。你说，玉姑娘，你说我待你如何呀？钱大人，你待我恩重如山。我爹去了，我现在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依靠了。玉姑娘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爹死得早，他死的时候我岁数小，现在我连我爹的模样都想不起来。我这辈子最想的、最心疼的是我2个妹妹。那年我老家闹旱灾，颗粒无收，我娘为了不让我钱家绝后，那点粮食全让我吃了。我活下来了，我2妹妹都没活成，全饿死了。玉姑娘，我喜欢你是真心的，我疼你护着你也是真心的。我现在没法跟你多做解释，一句话，你嫌不嫌我岁数大？钱大人，你这是……玉姑娘，我原并不想这么逼你的，可事情来得突然，我再也等不得你了。郑天寿买通了阿丑，让我把你送过去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他就会要我的命。玉姑娘，你这会儿有2条路可走，一条是我把你送回去给郑天寿做小，我还去当我的县太爷；还有一条路就是我这个县太爷不当了，这个顶戴也不要了，你跟着我，咱俩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你看你选哪一条？玉姑娘，自从我见了你，就打心眼里喜欢你。你爹说咱俩前世有缘分，我看是真的。你要是还看得起我，就跟我走吧。我钱奎不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，我绝不勉强你。玉姑娘，你还是想一想吧。三哥，车来了，还走不走？算了，咱回。钱大人，我跟你走。想好了，不后悔。老四来了。田庄主啊，周大人来，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做做准备啊。自家兄弟，不必要客气。是我叫田庄主不让来打扰你啊。走。周大人，是不是为兄做了让你为难的事儿？哎呀，郑大人，别的事儿都不算什么事儿。我这次来，只要把钦差大人伺候好了，就算齐了。周大人不必多礼，我已经派人试探过了，这位钦差大臣呢，似乎就认银子，倒也不难对付。老爷，那位阿丑说要见小姐，他可说要拜见我呀？没有，他说没工夫见老爷，只想见见小姐。
让他去。是。周大人，钱庄主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这钦差大人跑到我们家里来了，这么说来，郑大人和那个钦差大人已经瓜葛上了。哦，我倒没这份面子，只是我家小女入了他的眼。哦，郑大人。 果然是深谋远虑啊！田庄主，你以为只有钱奎和钦差大人有交情呢？郑大人，你那位小姐住的地方可方便吗？周大人是想验一验这位钦差大人，我叫他来就是啊。不用，既然钱奎已经看过了，估计不会有什么错。我只不过是想在暗中看一下。 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啊！进来呀。你给你爹说要嫁给我了吗？我没说，我听彩霞姐说你要派人送好多的礼，我爹才让我嫁给你呢。这个还不好说。 不就是银子的事儿吗？阿丑哥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你可不许骂我。你说好了。你先答应我不生气，完了我再说。那得看什么事儿了。你又要把玉姑娘给要回去，我怎么能答应啊？不是这个，是别的事儿。别的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先答应我，你不生气。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 你不说，我怎么能知道我答不答应？周大人，此处暗室，本是为防不测，给小女留的一个逃生之地，没想到今天却派上了用场。你答应吗？你答应吗？你答应吗？不行，你一定要先告诉我是什么事儿，我才能答应。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说。你不说，我就不答应。 你不肯让着我，我不喜欢你了。不是我不肯让着你，你不说我就不能答应。周大人，这小儿女打情骂俏，我们三个不便明吧？这成何体统啊？这，周大人，这二位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是不要拘于常理吧。真生气了？ 好吧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这还差不多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还不是因为我是钦差大人吗？什么钦差？我喜欢你是因为我觉得燕燕姐和钱哥哥就好玩。燕燕姐她怎么掐钱哥哥，钱哥哥都不生气，还总让着。那要这么说，你也要让我让着你了？对呀，你肯不肯？ 肯的，肯的。那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不许生气。我不生气，你说吧。我把你的圣旨和官印都借给别人了。什么？你借给谁了？其实也不是外人，是你的表妹阿诺姐姐。她说她哥哥 被当成疯子关在了县衙里，又打又骂的，人都快要死了。我看他说的好可怜，他还哭起来又没完没了的。我实在是不忍心，就把圣旨和官印借给他了。你这个笨蛋！你刚才说好不生气的。 说话不算数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那东西绝对不能给别人。你傻呀？你给他算什么？那陈公子不是你表哥吗？阿诺姐只是借去用一下，把他救出来就还给你了。要救我自己不会去救啊！我实话告诉你，就是我让钱大人把他关起来的。你为什么要关他？因为他是疯子吗？他根本就不是疯子。那他是什么？他才是真正的钦差。
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是个假的，他才是真的。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了，还把圣旨和官印都让你收着了。你倒好，偏偏给了阿诺，这不是还给人家了吗？还给又怎样？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。你可真笨呢！我本来就是假的，全凭这圣旨才能哄哄人。你现在还给了人家，我还怎么当这个钦差？不当就不当好了。你是不是钦差有什么关系？我假扮过钦差，圣旨和官印一旦到了小白脸的手里，他一定会把我抓去杀头的。我被杀了头，你就守寡了。你还没嫁人就守寡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别说那么吓人，就算他真的是钦差，就一定会杀你吗？不光杀我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他本来就是来拿你爹和钱老贵的。你把圣旨还给了他，不但害了我，连你爹也害了。你别吓我，那东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重要吗？阿诺姐姐只是说拿去用一下，用完就还给我了。还个屁！你最好告诉你爹一声，卷吧卷吧走人吧，走得迟了，你爹也得完蛋。阿丑哥，田庄主，你这位贤婿眼力可是真不错呀！周大人，我先把阿丑抓起来。先不忙，这里边蹊跷颇多，等弄明白情况再说。你就不怕他跑了？跑他是跑不了的。你先去派人把他给我看起来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田大人，咱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走一程算一程吧。于姑娘，我现在已经不是知县大人了，你就不用再叫我大人了。钱兄，你为何要如此帮我呢？这是缘分。于姑娘，你不必再多想。你要是嫌我年纪大，我可以一路送你前往京城，去找你家亲戚，如何？钱兄，你不用再说什么了。你能如此待我，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？只是我觉得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？钱奎蠢，你也明白不到哪儿去。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告诉我说是钦差来了，我能认错人吗？是不是？场面上的事你该比我懂啊。那个人也见了，你怎么就没有认出来啊？钱奎跟他打得火热，你怎么不问问钱奎啊？钱奎拿的圣旨和官印来见我呀，我能不信吗？哎，你怎么就没想到那圣旨和官印是偷来的呀？我怎么能想到阿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？田老二，别装糊涂了，你就不打自己算盘，想尽早扒上钦差，这才瞎了眼的。郑天寿，你别乱咬人呐！你往赌场送了多少银子？你不是也想抱那个钦差秃腿吗？行了，慌什么呀？钦差丢了圣旨和官印，也是个不小的罪过。
此刻他肯定分不出心来查我们的底细。这一切还没见分晓，何必动怒伤身呢？哎呀，周大人，算我失算了。解人还需要机灵人呢，是不是把钱奎找来仔细问问呐？此刻有2件事情必须马上办：一是要尽快搞清楚真钦差在哪里，再一个就是要尽快找到那个阿诺，把官印和圣旨拿到我们手上。如此，等钦差找上门来，我们也好和他做一笔买卖。郑大人，既然那个阿诺是从芍药手里骗去了圣旨和官印，你就派人带着芍药找回来好了。我这就命人去找。把钱奎也赶快给我叫过来。啊，是。姐，阿诺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哦，红三说呀，看见他拿着包裹出去了，不知道上哪儿了。阿丑，怎么了？姐，不好了，芍药，阿诺骗走了芍药的东西，他找人来抓我来了。他骗走芍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圣旨和官印啊！我刚刚给了芍药，就被他给骗走了。怪不得他让我把你拦住呢。阿丑，你把门关上。阿丑，那圣旨和官印本来就是人陈公子的，阿诺现在拿走了，那算是物归原主。姐，小白脸他恨死我了，肯定不会说我什么好话。我又没了圣旨和官印，我这钦差算是做到头了。姐，咱赶紧走吧，再不走被小白脸拿住，他肯定会杀了我的。阿丑，你坐下。你呀，不用怕。不用怕。你肯定小白脸不会杀了我。阿丑，姐已经想明白了，你既然偷拿了圣旨，又假扮了钦差，你已经是死罪了。陈公子如果不说明情况的话，你就算是跑了，也一定会被朝廷抓住砍头的。倒不如将错就错，替陈公子把这趟差办好了，将功补过，或许皇上啊，非但不降罪于你，还要重用你呢。那饭团子为什么会跑呢？他是去告诉陈公子了呗。嗨，等他回来再说吧，说不定啊，陈公子还有用得着你的时候呢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饭团子。哎，阿丑，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来，你们几个也去，快，滚，都给我盯好了。老爷，老爷，钱大人既不在衙门里，也不在家里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老爷，还没有找到大小姐，七爷叫小的来问，要不要审一下那个阿丑？那个阿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客栈里，已经被小的们围住了。先不忙着管他。是。田庄主，钱奎会不会因为害怕躲起来了？他能躲到哪儿去呢？该不会是燕燕把他藏起来了吧？周大人，我回家去一趟，看看躲在哪儿了。郑大人，陪我去趟县衙吧。那疯子是何来路？为何只关着不用刑审呢？启禀大人，开始我们老爷也打过他板子，可是阿丑大人说，那是他表兄。他当钦差以后，他气不过，他才疯的。
我们老爷说只让关着，不给他用刑。他每日在狱里，充当钦差，还装着审案子。什么？还让他审人犯？启禀大人，那些案子都是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，诚心逗乐的，都是些粉案，像什么通奸、私奔，和珅跟尼姑呢，反正就这意思吧，都是为了在狱中逗点乐。不过那疯子倒挺认真，无论什么案子，他都详细记录在案。他哪来的纸笔？狱中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老爷说，要玩就让他玩点真格的，让他高兴。阿丑大人说了，只许关着他，不许为难他呀。我们只好由着他去了。蠢材！你去，好好给我搜搜，看看牢监里都攒了哪些状子，马上给我拿来。你干什么呢？嘘！客栈让人围起来了，我出不去，红三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什么人呢？哎，姐，我都不认得，是不是小白脸找人抓我来了？不会，你不用怕。如果呀，真是陈公子要派人拿你的话，有姐姐呢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姐，咱们还是想办法跑吧。跑什么呀？一跑倒显得没理了。不管有意无意，你还算帮过陈公子呢。别担心，他不会难为你，啊。阿丑，进屋去。尤二，大人，大人，就是他。谁？那个疯子。这么说来，钱奎应该认识他。自然认得。